际广播电台 CIBN 互联网电视，联合海内外一流演艺机构重磅打造，让观众坐在家中看大戏，带来互联网加戏剧全新观剧体验。远隔万里，身临其境，让你的感官同步现场。顶级制作，完美视听，把剧场直接搬回家。台前幕后，名角云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戏里戏外与大咖实时互动，海量内容，万千经典，你想看的都在这儿。多形态，多终端，全球化传播，轻松一点，多屏呈现。话剧、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更多骨髓，更多精彩。CIBN 东方大剧院用互联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舞台。中国第一互联网观剧平台，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IBN 互联网电视联合海内外一流演艺机构重磅打造，让观众坐在家中看大戏，带来互联网加戏剧全新观剧体验。远隔万里，身临其境，让你的感官同步现场。顶级制作，完美视听，把剧场直接搬回家。台前幕后，名角云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戏里戏外与大咖实时互动，海量内容，万千经典，你想看的都在这儿。多形态，多终端，全球化传播，轻松一点，多屏呈现。话剧、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更多骨髓，更多精彩。CIBN 东方大剧院用互联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舞台。广播电台 CIBN 互联网电视联合海内外一流演艺机构重磅打造，让观众坐在家中看大戏，带来互联网加戏剧全新观剧体验。远隔万里，身临其境，让你的感官同步现场。顶级制作，完美视听，把剧场直接搬回家。台
台前幕后名角云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戏里戏外与大咖实时互动，海量内容，万千经典，你想看的都在这儿。多形态，多终端，全球化传播，轻松一点，多平呈现。话剧、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更多国粹，更多精彩。CIBN 东方大剧院用互联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舞台。互联网观剧平台，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IBN 互联网电视联合海内外一流演艺机构重磅打造，让观众坐在家中看大戏，带来互联网加戏剧全新观剧体验，远隔万里，身临其境，让你的感官同步现场。顶级制作，完美视听，把剧场直接搬回家。台前幕后名角云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戏里戏外与大咖实时互动，海量内容，万千经典，你想看的都在这儿。多形态，多终端，全球化传播，轻松一点，多平呈现。话剧、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更多国粹，更多精彩。CIBN 东方大剧院用互联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舞台。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IBN 互联网电视联合海内外一流演艺机构重磅打造，让观众坐在家中看大戏，带来互联网加戏剧全新观剧体验，远隔万里，身临其境，让你的感官同步现场，顶级制作，完美视听，把剧场直接搬回家。台前幕后名角云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戏里戏外与大咖实时互动，海量内容，万千经典，你想看的都在这儿。多形态，多终端，全球化传播，轻松一点，多平呈现。话剧、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更多国粹，更多精彩。CIBN 东方大剧院用
互联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舞台。2017年对于中国越剧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因为今年是越剧进上海100周年，今年也是戚雅仙和毕春芳他们创排越剧血手印60周年的纪念。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将通过血手印这出戏的解构和解析，让我们来分析一下2位艺术家的创作轨迹。我们来看一下，
在过去的100年当中，粤剧是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两位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成就，我们今天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进行判定？今天晚上我们特别高兴，请来了两位艺术家的子女来到我们的现场，一位是毕春芳老师的公子吴越先生，一位粤剧的观众非常熟悉傅兴文、夏先老师的女儿。欢迎两位的光临，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观众能够有机会来重新欣赏夏先和毕春芳老师的代表作《血手印》，首先要感谢他们的子女，特别要谢谢吴越先生。吴越先生其实他供职于一家法国的奢侈品公司，其实他的工作呢跟母亲的艺术相去甚远。那么这次他和傅兴文以及他的弟弟共同去图书馆查阅了很多当年血手印演出的资料。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呢，对他们的两位母亲过去所走过的这条艺术道路特别的感慨，是他们俩发起来举办今天这样的一个专场演出。吴越兄跟我们来说一下，当你去图书馆翻阅那些泛黄的资料的时候，看到母亲的这个剧照，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首先，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完全用言语来表述的一个心情的感受，因为我母亲是去年去世的，这次的这个活动呢，又正好是我母亲的生日，是她逝世之后的第一次的生日。那对我来说呢，这个过程作为我个人来讲现在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多的观众面前出现。但是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大概有40-50年的时间没有人称呼我是毕春芳的儿子，以这个称呼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个回到做母亲儿子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一个机会。所以到那个图书馆，到那个档案馆去查询这个资料的这个过程，非常感谢图书馆，特别感谢档案馆的领导支持。那这一个经历对我来说，对夏先老师的子女来说，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真正来了解我们母辈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旅程，是一个亲情的旅程。其实我们的小时候对父母、对母亲的这些记忆，其实是非常非常淡薄的。文革之前我们非常幼小，那文革之后的这个经历，尤其是到了79年，夏先老师跟毕春芳老师重新出现在舞台的时候，我们都分别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这一个接触，其实对我们各自的个人的感动，非常非常的厉害。首先感动了我们自己，我觉得。傅兴文其实是很小就跟母亲学戏你也是七派的这个传人。相信你这个血手印这出戏你也是演出过很多遍。那这次看到母亲跟毕老师当年的这个演出的资料，看到那些泛黄的这个报纸的时候，是不是对这个戏，对自己的母亲，对毕老师又有新的认识？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戚雅仙呢，离开我们已经有14个年头了。那么这10几年来呢，我和我们七臂流派的姐妹们，实际上一直在做着传承和纪念的工作。那么每一次都是毕春芳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和支持那么去年毕老师也离开了我们，那么这对舞台姐妹，我的慈母恩师，他们在天堂相会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在一副舞台，我们在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团队所创作的血手印，今年正好是60年。那么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这次吴越哥哥和我的弟弟傅兴义，他们去了图书馆、档案馆，找了好多57年当年首演血手印的好多的报纸。
包裹是剧照什么的啊，所以让我看了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纪念队伍，我们的传承队伍在越来越壮大起来了。吴越，通常啊，我们看毕春帆老师啊，我们是从一个观众看演员的角度看啊，在儿子的眼中，妈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其实我妈妈在台下，可能很多认识她的人都知道，非常的幽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可能我也是难以一一的马上说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妈妈，虽然可能他们那一代的艺术家啊，就是学术和学问上面未必是有受过很高的训练，但在他们的这些剧本当中，简单的台词当中，他们可能得到的很多这些道理，那经常会在我们的从小生长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都会受到这方面的教育。比如说今天我们谈的纪念这个戏血手印，那其实血手印其实也是一个王府有一点对吧？是妻贫爱富的这个故事而引发的。那这个妻贫爱富的这种正义反对的这种理念，我经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妈妈的教育。比如说，我们非常清楚我妈妈爱上了我的父亲，但是她是一个大明星、大美女，最红的时候，她没有嫁给富人，她嫁给了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文员吧。但是这个爱情的故事我觉得其实是蛮感人的。他们两个人的恩爱，尤其是到了有一段时间，我母亲不在舞台上，我爸爸对她的无微不至，到他这个80年代，他们两个人几乎是应该说是同进同出的，形影不离，对吧？就是很多人都看到，那这个60多年的婚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所以这个简单的从剧中的这些台词，这个故事体现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我妈妈对我可能最大的一个。其实不仅毕春帆老师如此这个戚亚仙老师，其实也是类似的这个状况。别看戚亚仙老师在台上是一个非常风光的这个旦角儿，可是回到家里，卸了妆、脱了戏服之后呢，她就是一个妻子，是一个非常平平凡凡的妻子。阿文达拉刚刚，阿拉妈呢？哪能讲法呢？就是说，她在舞台上好像是一个大家闺秀，是吧？有王千金白娘子玉堂春什么的。但是伊辣屋里向，大家晓得伐？伊对不啦？一只饭袋就一直不脱身的，因为伊是一个贤妻良母。凭良心戚老师搿只饭袋应该进博物馆的。因为我相信不管是伊学生或者朋友侬到过我屋里向来的人，才会得觉着我妈哪能一只饭袋一直带辣海。实际上，伊对不啦？家庭照顾得老好的。伊照顾我爸爸，大家侪晓得我爸爸是个编辑，作为写的嘛。但是我妈照顾到伊呢，就是讲，举张小小的例子阿拉上海人侪欢喜吃大闸蟹的是吧？阿拉妈经常会得剥拨阿拉爸爸吃。还有对吧？伊对阿拉，特别是我跟弟弟结婚以后，伊对阿拉个第三代真的是欢喜得来，搿个上海人叫肉里肉了。所以我觉着阿拉妈是个地地道道的贤妻良母。舞台上虽然塑造了介许多人物也算是个艺术家，但是在我眼里，她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可爱的妈妈。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两位大师的这个子女的口中，我们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血手印。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血手印是在1957年，傅兴文的父亲傅俊先生这个改编的，这部戏呢绵延了这个60年，赢得了很多观众的交口称赞。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古老，早在这个宋元的南戏当中，我们就可以找到王千金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戏最早搬上这个越剧舞台，实际上是100年前，就是1917年。是由越剧的南班，等于我大概叫第多北，第一次在上海把这个故事呢搬上了舞台。当时的名字叫做《林昭德卖水》。那上世纪30年代三花义娟的赵瑞花呢，
也曾经也是以演这出戏呢出名，他还灌制了这个唱片。那么有关血手印的故事呢，也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不同的段落呢，我们会陆续跟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就请大家欣赏血手印的片段。法子还是该修营，从此两家就断了亲。
命，你为家禀告老娘子，收拾你去往前进，不是欺贫妇人，琳琅啊，挑在生涯苦分，你问上世生那当人。
下懒得多文章，只叫时光分为长。一路迎来我心欢畅。现在已经是王府墙，古上衙门非官场。天河浮灯波结花，一再怕手无为香，不知西城在何方。莫非是小姐已将此房？莫非是今夜西城定大上？莫非是他不知道其中情，念教管教不肯放？西城大姐，西城大姐，西城大姐，西城大姐。哎呀！西城大姐，西城，西城。娘亲开门，娘亲开门！哎呀，娘亲开门啊！哎呦喂啊！哎呀，娘！我的儿子哎！娘！哎呦喂儿子啊，我寻着侬啊，苦啊！哎呀，侬跑到啥地方去啊侬啊？娘！我叫侬不要出去，侬非要出去。哎呀，我晓得个，哎，侬讲不出，我倒讲得出个。侬大概去做财经是吧？哎呀，娘！哎呀，哦，现在还没财经。侬要么去搓麻将，侬不来三个，侬是个老实头呀！侬到底要啥地方啊？娘，我也不知道啊。我不晓得。没，侬唱我了，侬身上向哪能才是血呢？哎呦喂，两只手上也是血啊！哎呀，娘！侬还不晓得，侬倒是蛮血的吧？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嘛？现在别去管了，我叫侬啊，两家头倒走，倒走。走，这觉得闹去哦，走，你走哪里去啊？啊？侬看看侬这个人，就派出来看一看，嘿嘿，门上有血手印，一件血衣，做证明，嘿嘿，侬就是一个杀人犯了。走，我捉侬到衙门。娘。
欢喜七班两位老师，因为从小呢是生长了城隍庙嘛，在了城隍庙老城乡里向呢，每天中国会北天啊，各广播里向总归是七班两位老师唱腔。可是我小辰光还不晓得户籍个情况下头呢，但是我已经晓得越剧个七班两位老师个流派。随后呢，毕老师的流派我是非常欢喜，而且毕老师的唱腔特子，伊个表演非常非常的接地气，而且城市化的特子生活的表演结合了相当的好。那了好像应该是早个7、8年前头，有幸也参加了七班两位老师的演唱会。演唱会同时呢，就唱了段3杯酒，好像是万里银歌，唱了段个。没想到乐剧观众呢是给予我很大很大的掌声的鼓励。我是很喜欢戚派的戚雅仙老师，他对我艺术生涯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啊，我和戚老师还有一点点小的交往，那么他呢也对我有一点点指导。我演唱了他的《血手印》，他是4大悲旦之一嘛。我们评弹就是徐立先老师，然后越剧就是戚雅仙老师，所以艺术是相通的。88年辰光，我呢唱了一段这个越剧《血手印》的3杯酒，和戚雅仙老师唱。那么戚老师就下起耐心的一遍一遍一遍遍同我教我啊。当然了，演唱会前头呢，我呢得到了这个。毕成文老师对我辅导，因为阿拉有辰光呢，演出经常碰到的，伊也晓得我会唱别派，那么我告诉我有个演唱会来唱搿段物事，那么伊喊我唱拨伊听听，听了伊讲小王，这个咬字相当要紧。侬想阿拉唱些韩里饮过3杯酒，伊拉唱起要不是个呢？寒里饮过2杯酒。伊咬字啥的，我就完全两样。你要唱好的么子，一定要拿这个咬字能咬正。我看的第一部越剧就是戚必主演的，他们主演的一出大戏叫《龙凤花烛》，他是洪峰先生这个编剧的。那么第一次看越剧，这样第一部这个越剧。就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只是爱上了越剧啊。那么，所以这部戏应该说是我走上戏曲编剧这个道路的一部启蒙戏，一部非常有缘的启蒙戏。所以我很感谢这个戚雅仙、毕正芳他们的合作越剧团了。虽然我是唱评弹的，那么我从伊拉个流派当中呢。吸收了不少的这个些养料，包括阿拉搿个毕老师伊搿个扮相啊，伊个这个台浪向的搿个些动作啊，伊搿个眉目之间搿个进细节的因素啊，我是非常崇拜、非常敬佩的。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请这个我们的著名的评弹演员刘明老师和我的同行，主持人张民权来聊一聊，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先请这个刘明老师来说一下，您跟这个毕春芳、戚雅仙老师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交往？您对他们俩的艺术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我对搿2位艺术家是终身的崇拜。谈不到粉丝啊，我现在变粉迷。讲起头呢，特别是血手印，我有一只小小叫个故事。我是辣淮海路汽修女中读书的，读书嘛，阿拉有学生会，学生会嘛上趟是要排一只排头唱，根本我想唱这个3杯酒，不晓得阿拉教务处里去正式去买得了一瓶黄酒。那么3杯酒了唱，我2杯吃下去就头昏了，我3杯唱不动了，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能啥故事。那倒还好，这个买黄酒呢价钿不大，要是买3杯茅台酒那个价钿蛮大的。那个其实啊，这个戚雅仙、毕春芳老师啊，他们的戏迷很多，不仅是普通的观众喜欢他们的艺术，而且呢，很多圈内的这个艺术家，他们对这个戚派和毕派呢，也是痴迷不已啊。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前不久刚刚荣获我们这个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王丹凤老师，是不是这样？吴越是我小时候也经常听说，但是不光是听说了，因为我们小时候呢住的，其实戚亚轩老师跟毕春芳老师住在一起，陕西北路。那陕西北路呢，其实这条街过了延安路就是陕西南路。那我小时候就记得我妈妈经常提起王丹凤老师，她住在陕西南路。对。那她还经常说，她说哎呀，王丹凤的我们叫她外婆嘛，老外婆。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这个王丹，我要说明一下，就是王丹凤的妈妈比这个王丹凤呢更痴迷这个戚和毕两位艺术家。对。那个时候我妈妈说，她说她自己的女儿非常红，竟然还是非常喜欢我们演的戏。对啊，你要解释你怎么知道？那个，我告诉你，就像曹可凡刚才讲的那样，就说那个，因为王丹凤是我岳母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妈嘛，对不对？那个老那一家门侪蛮欢喜，阿拉一家门侪欢喜，家那一家门。这个，而且那个老外婆呢，那个时候对毕春芳老师特别喜欢，他经常说春芳啊，这个春芳是我的女儿啊，她就跟当自家囡一样的。所以呢，戚毕两位老师呢和我姨妈王丹凤呢，就可以说是亲如姐妹。对，戚毕是等于是不分家，戚毕老师的朋友马上就变成戚老师的朋友，没错，戚老师的朋友也变成毕老师的朋友。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在陕西北路，一个在陕西南路嘛。那个时候，老外婆还经常会叫阿姨烧点酱鸭啊什么送到你们家去，对不对？对。文革的时候听说，对，没错。他担心春芳家里发生什么事儿，那么探望。特别是这个老外婆在晚年的时候呢，她特别关照这个你妈妈啊。那个时候说，哎呀，春芳啊，如果我走了，你一定要来献花的。所以在老外婆去世的第一时间，我姨妈王丹凤呢是打电话给了毕老师。所以我记得那天的追悼会上，毕老都来，两家都来了，因为我们都在现场。由此可见，就是两家是亲如一家一样这样。特地去献花那天，对，按照这个老外婆的遗嘱，对个。后来对吧？我晓得哦，几次我妈妈搞演唱会，60岁退休前头搞了个7趴演唱会，王丹凤老师也来看来祝贺。后首来毕老师搞演唱会辰光，王丹凤老师又赶过来参加伊个演唱会，所以讲两位人家肯定是来往老多的，经常来往。对，而且我去过西南村，到过王丹凤老师屋里去过。其实我第一次见到毕老师就是在姨妈家，就是在那30年左右了，30年左右。所以呢，大家看到王丹凤介红，伊拉妈最欢喜还是吃得子鳖，所以辣吃得子鳖前头，伊拉囡恩只好吃鳖。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大家欣赏血手印的片段。兵大人，王承传人送上字典来，唐氏圣上来。举沙罗山。
这里我找人开工，才是三啊！我早知他也闽南人。虽然我比从前轻，让我知道是该还。血草如同我三年军啊！两帮衙役是杀人，不应做了当下人，要想生活办不得。七碧两位老师在舞台上合作了一辈子，这不是偶然。生活中，她们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舞台上，是相互欣赏的艺术伴侣。在接下来的一段戏当中，戚雅仙老师有一段非常好听的唱段，叫《黄叶飞》。那么每次演出呢，毕春芳老师前场的刚才这一段，就是林兆德的戏下来以后，他总是一定要在侧幕旁边听完这段唱，才舍得去改装。我是一个沪剧演员，可是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段《黄叶飞》的时候，我就理解了毕春芳老师为什么如此喜爱这段唱。黄叶
是贵重女儿难成为公堂无法去责备，我恳求老父做主裁，他恰是长龙作呀不理睬。
中国人呢有一句老话，叫做“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情呢，必须要靠这个团队。一出戏，我们说需要有不同的行当，台前幕后，很多人都要辅佐这个角儿，把一出戏给做好。那齐亚仙和毕春芳两位老师，在这个方面，他们做得非常的完美。他们的成功不仅在于他们本身的天赋，他们的勤勉，更在于他们强大的组织力量。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黄金团队。吴越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个黄金团队呢，是给我留下的也是深刻的印象。我们从小在这个家庭长大，想到的、看到的、周边的都是这些，我们叫他阿姨啊、婶婶啊等等。那陈金莲，比如说演老生的，我就叫她外公，其实她是个女性。那这些的黄金团队，在台前的黄金团队除外，还有台后的整个的这个我觉得齐亚仙、毕春芳两位艺术家的这个黄金团队，确实是铸造了他们所有的这些辉煌成就的主要的我觉得这个集体的力量。这次其实在想到纪念我母亲，想到血手印的这个时刻，其实我马上也就想到，这是一个致敬西壁艺术的一个机会，致敬整个黄金团队的机会，不是一个光为一个我妈妈或者是齐亚仙老师两位艺术家，而是整个一个黄金团队。所以这个黄金团队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台前幕后，包括作曲，包括编剧，包括导演，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个背后的这个，包括这次我在档案馆还看到这个朱一秋画的这个场景图等等，所以灯光舞美所有的东西都是细节，真的是没有一个不是第一流的。当时这个合作越剧团，他们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京城合作。当然我们今天的人们可能都就是这个剧团的团员，当年在他眼睛里，戚碧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剧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团。我们今天请来了当年合作越剧团的老艺术家，请他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年他和整个剧团以及他跟戚碧两位老师合作的情况。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当年合作越剧团的演员，我们的老艺术家，今年88岁高龄的王子娟老师。那么她的姐姐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代越剧大家王文娟老师，长得蛮像哦。那个子娟老师您跟我们回顾一下，当年在你眼睛当中齐亚仙的被称放了。侬刚刚伊拉好了啥地方？对我是两个就下气要好个姊妹。侬阿拉刚刚来讲，这个当时辰光，这个合作越剧团一个黄金团队，其实整个这个集团里啦，大医院到小医院各个工种，各个不同的这个工作人员大家合作侪交关密切。那是啥么子？因为阿拉这个从银派呀，现在是松山电院到至财经集团过去是叫京都大戏院了，那么比较是小地方到大地方，人家人就是讲，好像是那小人大头做不好，因为是财经集团呢，当初是被狼性的，
结果阿拉来自有人没闹忙了，那么是由于伊拉两家头人团结得好，打台得好，所以人蛮好，就是整个就是。是啊，按照当时的这个上海啊，就是瑞金剧场这个位置啊，不算是一个黄金位置，那个地方相对冷落，而且呢，这个剧场的观众也比较多，那个座位有1300个，原来他们在松山电影院只有大概700个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被这个戚雅仙、毕春芳老师这个他们的艺术啊给炒红的。要是现在做房地产商不得了，快地皮被炒年了。他们其实在合作，一开始合作是51年年底一合作，就51年年头一合作，马上就搬到了这个瑞金剧场。水晶剧场。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以后，就搬到瑞金剧场。子娟老师，侬辣辣这个血手印里向演啥啊？我是一个小丫鬟，小丫鬟。就是当年57年首演《血手印》里面的，他演的就是秋月，当时的秋月就是我们紫娟阿姨演的，对不对啊？对。我知道，其实当年啊，这个各个越剧团他们互相竞争非常的这个激烈啊，但是呢，这个合作越剧团虽然是个民营剧团啊，从1957年。3月呀2日啊，按照1300只位置来算，这个4个月差不多有13万人次的这个观众观看这部戏。这个在1957年，60年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上海那个时候可能只有400-500万人吧，大概可能就是这。所以你看这个比例。那么我想紫娟老师，我等一下问问侬看，这个辰光，侬了这个合作越剧团，搿收入多伐？钞票多伐？当初我的集团里是5张票子一天。哪能算法？最早的辰光到这个财经剧场啊，是票价是1块1角一张。57年哦，1块多。到有的呢，其他集团好像侪是1块，那么1块1角是吧？那么阿拉就是讲也减下来，卖1块1张。1块1张，就是讲以10张票子一天哦，就是一日天侪5张票子。5张票子。但是生意人相当好，总归是压力嘞，小阿等交关了的，通宵排队。通宵排队的。那么生意一好，那么日夜2场。那么当初阿拉是集体所有制了，那么当天出的，那么我5张票子嘛5块，就有10张票子可能。那礼拜天呢，再是加1倍。所以大家算算看啊，伊搿辰光工资少讲讲57年哦。少讲讲1个号头300多块啊，不得了！阿拉爷辰光才100块，那讲已经用不光了。天，阿拉就5-2年就开始了吧？哦，那么前头5年阿拉算不就不算侬了啊？所以你想当时啊，这个多岁？25岁。25岁小姑娘，不仅戏唱得好，而且他们有这个经营头脑。把整个这个剧团啊经营的这个红红火火啊，那么紫娟老师，阿拉今朝这个机会难得了，侬还好带了唱2句，大家好吧？大家掌声欢迎来嘛！跟我不唱了。不唱了哦，那么对个劳务费没谈好对吧？开玩笑，这个紫娟老师今年已经88岁高龄啊。这么热的天，冒着酷暑前来参加我们这个演出，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紫娟老师，祝你永远健康啊！祝你永远健康。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黄金团队啊，我们说了台前幕后很多，其实这个黄金团队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我没有谈，
啊，就是戚亚仙先生的这个丈夫，阿文的爸爸傅俊先生。啊，傅俊先生是整个剧团的这个灵魂人物之一，因为他是这个剧团的编剧啊。对个，搿个辰光呢，我曾经听我妈妈讲过哦，伊拉小小一个集团有3比3道，包括还有几位作曲家哦。我刚刚前头听到哦，好像是潘小小妈妈的声音，哦，又是前头又是韦家妈，我在喊潘家妈、韦家妈。娘就个作曲，搿趟的血手印呢，就是阿拉吴晓忠老师的作曲，我爸爸的编辑。那么我爸爸跟我妈妈的爱情呢，这个血手印呢，还有一点点关系的一次。所以呢，我爸爸搿辰光还是个很小的编辑，来到我妈妈的集团。所以搿个辰光呢，实际上婚姻期呢，伊拉2人还没谈恋爱。葛么，子娟阿姨，侬跟我讲讲看，伊拉2人大概啥辰光谈恋爱个？侬什么辰光隔出苗头，伊拉2个人应该搭发。阿拉呢，就是讲，也没搿辰光蛮忙，我晓得伐？日夜2场，有场子阿拉算亲人们早晨嘛要演出，但是也没感觉到这个伊拉哪能，因为有一次人叫。写一只那个现代剧，人要管任务的，大概从10几天里向人一定要写好的搿只剧本。那么附近呢，伊屋里人比较热，我尽管去过个哦，伊下头侪是大妖精搿辰光侪是火炉啦，搿伊蹲辣上头，搿么哪能办法呢？就是讲戚老师呢，戚大气人就是讲。叫伊到伊屋里向去写，葛么迭个辰光人阿拉人不晓得个，可能戚老师对伊有点意思。戚老师换成叫彩色领子的。葛么可能有点意思，到伊屋里去写，葛么就写半个月人就写好了。写好了嘛，人不回来了。戏写好了嘛。伊拉恋爱也谈好了。哎，这个子娟老师见证人啊。那么我再问侬啥？当㑚晓得傅俊老师帮戚亚仙老师谈恋爱的，㑚觉得两家头配伐？配嘛哪能讲法呢？哎，这个啥闲话了？配嘛就配了。但是我晓得好像。侬意思讲不配个老头？那也是蛮配个，就是傅俊老师人比伊小2岁。哎，就是搿能好是蛮好个，葛么一个人照顾得也蛮好个，还是啊？傅俊人不大懂哦，比较不大懂个啦，傅俊。我再补充一点，为什么这个刚才我问这个子娟老师说他们俩配不配，他有点迟疑。一个说他是年龄小2岁，其实也不是比伊拉越节家老年在家寻个丈夫了，侪比那个妻子要稍微小一点。关键是小是家里的条。北部是伊拉妈。对，就是我爷叔娘娘的读书，几乎侪是我妈妈来资助伊拉的。所以当时辰光有交关像戚菲菲阿姨啊，侪跟我讲起过，好像㑚爸爸胆子蛮大的，敢于来了追求一团章，就是搿个意思。但是我妈妈呢，还是蛮看重我爸爸的为人，包括几只戏写下来，伊拉共同的合作，来了搿个事业当中，慢慢培养起来的感情。现在看来，我越来越感觉到跟薛守印有关了，因为薛守印呢是57年嘛，大跃进是58年，那你妈妈跟你爸爸谈恋爱就是58年。对，现在我们按照这个推理法的话，应该是这个情况，是吧？然后是59年结婚的。对，59年的8月1号，搿个辰光因为演出嘛，只有歇下的辰光，夏天才能休息嘛，葛么就是来了59年的8月1号，国际饭店结婚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今天特别感谢子娟老师啊，给我们分享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只有他知道，可能很多事儿这个他们子女都未必很清楚。我们再次谢谢子娟老师啊，谢谢。谢谢。我哪觉得对讲，我是觉得在黄文军了讲。好的，谢谢，我们掌声，谢谢子娟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大家欣赏《薛守印》。
为人之造啊，这是天生之业，我早与你生讲话，难得五子散开的好好好三生胜利落地。
是陈实，我是复排花旦。那么我的老师傅全香老师和戚雅仙老师、毕春芳老师都是艺术上的好姐妹。那么我从小也喜欢看戚毕两位老师的戏，其中也包括学手印。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我第一次在越剧舞台上演唱戚派。好，我是赵志刚，影派小生。1981年我拜尹桂芳老师为师的那一天，戚雅仙老师也在场。他见证了我在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之后，我也有幸和戚毕两位老师多次同台演出。在舞台上呢，我也唱过毕派，也反串过戚派的花旦。是啊，是我们的老师前辈们把他们最精湛的艺术、最精湛的表演来告诉我们，最好的艺术万法归宗，无非是一个情字。是的，今天我们也满怀深情，代表尹桂芳、傅全香两位老师的弟子们来到这里，祝贺我们戚毕老师血手印的60华诞。我想，虽然我们尹傅弟子是第一次合作演唱血手印的3杯酒，是的，但是我想也希望观众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一片真情。谢谢大家。谢谢。此生将到基地女子所立法上，小女子晚有几文也偏丧位多功。万于此祭文上位多功，万于此祭文上位多功，万于此祭文上位万于此祭文上位多功，万于此祭文上位多功，万于此祭文上位多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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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是不娘我读过几文，我死也不离法上。往事切尽，生机琳琅，找得哟，两家有女定亲，指望见老上菜。西陵门连年八落，挂望家杀几心人。门无有别兵符不等，老夫死里楼相会也太欢。切身经中，长史记入夫君。珍惜铁丝两记，花园见面相一神经。三子凭空望无，写成悲伤，受怨难伸。
清平事迹，离了白发娘亲，可怜我为披嫁衣，身穿小裙，哪来同房新婚之乐，非发上死别之心。无福临郎，君子远杀人大海，永难分明。妻子恩天上地久，无事苦尽。可一身亡天有业务，苦不有灵。叫一声望天有而无不自问。无父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有分寸。经不起年营别功，熬不至三考六文，却当人遭八上判斩。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当年合作越剧团57年
排演血手印的第一批演员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当年的原班人马之一，王子娟老师。那么其实亲历这场演出的呢，还有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不是演员，这个人呢就是毕春芳先生的公子，吴越先生。那么侬算算年龄不对，因为这个辰光伊还是小毛头，伊哪能晓得伊也辣辣后台呢？有照片为证。我们日后呢会有通过其他的方式呢，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我们先睹为快，我们先请吴越来说一下这批照片，说明了什么？这些照片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是中国人拍的，是一个女摄影家拍的，而且这个老太太今年90岁还健在。吴越呢还去巴黎拜访了这位老太太。我们请吴越把这段有关毕春芳老师的传奇故事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从来没有披露过。昨天晚上那场演出我们也没说，但那好了不得了，那才是我亲眷对吧？昨天没讲，就会留在今朝讲。这真是一个奇迹的故事。那因为呢，其实我刚才其实也讲过，在文革之前，戚老师和毕老师真正在辉煌的舞台艺术的这个演艺生涯当中啊，其实我们的子女都非常幼小。那我还是最大的。其实，当年毕老师是在上海的粤剧界最早结婚的，他是在1955年结婚的。那其他的这些艺术家们都是在之后的2、3年，甚至好几年之后。那在1957年的这个时代，大家回过头去想的话，其实中国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跟国际上有很多接触的。但偏偏在那个时候呢，有这位一个法国的摄影大师被邀请到中国，摄影艺术家呢在北京呢举办了一场他的回顾展。他其实离开了中国以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当时1957年他被邀请到中国来拍的2000多张照片，而且没有任何的注解。但是在2014年，他在这个他自己的艺术回顾展在北京的展出当中呢，呈现了一张毕老师的家庭照。这张家庭照当然就有我的存在，而且有父亲的存在，而且是个彩色的。年呢，就为了那张照片追到了那位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在巴黎，在他的家里才发现，他当时其实在上海，在不知情况的情况下，被女子越剧所吸引，被血手印所吸引，到了玉瑞京剧场，拍了很多很多照片。看到这些。照片很有名，她丈夫拍过一部我这个读书时候看过的一部影片，叫做《色宝的雨伞》，那个是在法国电影史上非常经典的一个片子。她后来又去这个好莱坞很有名的一位明星，叫做哈里森福特就是他这个发掘的。他先发现了我，才发现了 Harrison Ford。那所以呢，这个在他家里看到的那些感动的照片，确实真的是跟这个血手印直接有关系。他当时大概在上海就是57年的5月份，所以他回到了法国，在50、60年之后，他其实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当我找到他的时候呢，他当然这些照片还在被修复还没有其实真正的能够展示。但是我感动的事情是，这种奇迹的故事，就是你哪怕是写剧本编故事都编不出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经典剧目的首演的这个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血手印引出了一段这个跨国的艺术家之间的这个情缘。那么将来等这些照片这个逐渐修复以后我们将来也可以通过这个戚老师、毕老师他们子女专门做了一个公众号
啊，我们也许将来会从这个公众号当中呢，会看到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个照片。你像57年看到这个彩色照片是多么的这个珍贵啊！那接下来，父亲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logo 啊，你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很有意思啊，雅歌春韵，这个来历是什么？这个雅歌春韵呢啊，要这么说啊，就是我母亲在办期派演唱会的时候啊，我们曹禺老师送给我母亲的《雅歌满江南》，是我们曹禺老师送给我母亲的。然后这个春韵呢，是嵊州的一个老革命家，是吧？叫石竹山，送给我们毕春芳老师的。那么在林远演唱会，那么当时是我父亲起的名字叫雅歌春韵，以后就变出七批流派的那个形象一样的雅歌春韵。而且大家看到这个4个字都是手写体啊，这个4个字不是这个随便找什么书法家写的，这个4个字都是有来历的。它这个出自4个人我想出来的，但是不光是我想出来的问题，是得到了孙辈的积极的响应。大家知道，戚雅仙老师有2个孙辈的，一个是孙女，一个是外孙女。对。毕老师呢，我有一个儿子，就是有个孙子，还有我弟弟有个女儿，那正好是4个。那当我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呢，这4个孩子其实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但是感谢微信啊，我们通过那个微信，在我的号召之下，4个孩子都非常的积极主动，每个人写了一个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是哪个孩子写的？那么也不是好不好，当时正好在荷兰那个交流生，然后那个吴越哥哥说让他写一个字，那他马上就微信发过来雅字一个。写得真好啊！这个歌是谁的？歌是我弟弟傅新义的女儿，她正好在英国，然后在英国那个地方写的，也发过来的。然后那个春字是我的儿子写的，那我觉得就是越年轻的孩子中文写的越难看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难以自受，本来性难以自下，不容易，稍微特别的。对。但是我觉得已经不容易，是重在情字，这个是渗透亲情的一个组合。那个韵字呢，是我弟弟吴春的女儿写的，最小的一个。但是呢，他们如此的积极的这个投入，最后呢，我是想方设法，我是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渗透亲情，因为戚碧老师啊，就已经都离开了我们，但戚碧的艺术在被传承，但是我觉得作为亲人来说，这个亲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将来也可以通过这个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进一步去领略啊戚雅仙、毕春芳2位老师他们的这个艺术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大家听戏。用兵啊！临王两家盟友情，早得与小姐早联姻。只为今年我家贫，那王城势力要。
包拯利用民间对他日断阳、夜断阴的传说，让包兴呢假扮成为一个狱卒，并且呢用酒灌醉了王家的马夫张培赞，同时呢又让王千金假扮被张培赞冤杀的雪春之魂。这招果然灵验，终于击垮了张培赞的心理防线，他一五一十把整个的作案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于是呢，血手印沉冤昭雪，历经磨难的林昭德呢，也终于和王千金守得云开见月明。金官请义，林昭德这是王王金山把岳大会不知对我，为家杀敌既是良罪，与王家齐尽灭矣。命运之神眷顾到齐雅仙和毕春芳，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搭档。这是他们人生当中最最浪漫的事。在舞台上，他们合作默契；在生活当中，他们家庭营造了很多舞台上的经典形象。他们创造出了粤剧史上的很多经典之作，一直流传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这是第三个浪漫的事情。最最浪漫的事情是，经过了几代人，他们的艺术仍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人生短，艺术长。一出血手印唱了60年，飞了60年。我想西派和 B 派艺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开花，不断绵延，靠的是他们的衣食父母，靠的是今天在座的你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这份浪漫还将继续下去。特别感谢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昨天演了一场，今天是第二场，谢谢大家冒着39度的酷暑，前来欣赏西派和 B 派的艺术。那么为了感谢大家，我们演出还没结束啊，到这儿就结束了。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参演的演员呢，
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激动。所以接下来呢，有部分演员还要为大家做一些清唱的表演，好不好？那想想我的，那想想我，没我哪咋听不着的那个？对亚秀请我去啊！好的，也谢谢所有的演员们，谢谢所有的台前幕后我们的导演制作团队，谢谢你们，谢谢。喂，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 B 派小生李晓旭。我的老师去了很远的地方，他跟我说过，人要快乐、阳光。所以我把我们 B 派有名的片段，也是最可爱、最阳光的片段《唐伯虎点秋香》献给各位，希望大家可以把我老师永远记在心中，跟我一样，谢谢。今逢太相遇，点选将儿，请各位姐妹登堂。相遇当你把我断，顷刻定中闹声传。翠光并结金，虽断笔不与光安。夫姐妹都到齐，我的心上我当起冤案。世上医院有病没呀真，我恰苦曾与姐妹中。姐妹们谈笑真仙儿，恰不见秋香美婵娟。时辰一到将开店，千银渺茫心思乱，哎呀心思乱啊！哎呀，不见秋香，不得了，日子好。将他的荆棘为路显清光，我万事要从容，银子满点点，走也不要长得香。
调颜色。我不是霓虹水苦天香，红丝桥西有情人，月老是我所愿上。相依今日做冰城啊，我结与秋香姐姐开缘啊呀！谢谢。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热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戏迷朋友们一直以来对于七碧的支持和厚爱，感谢你们。我是黄龙越剧团的毕派小生孙建红，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七派花旦朱令。我们两个人虽然是来自两个团队的，但是我们七碧是不分家的，因为我们二位老先生呢，一向追求的是团结、合作、奋进。其实我跟建红从拜师到现在是认识很多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台上合作过。今天是我们合作零的开始。是的，那么我们把一段那个《玉堂春》当中的游园出狱献给在场的各位观众，答谢你们这么夏日炎炎的气候来为我们捧场，谢谢。问苏三姑娘芳名？苏三。哦，对对对，是叫苏三，是苏三，我已经知道了，今日就是慕名而来呀。望金龙长夜梦东，受死亡啊，总不知今有家里在四方啊，见书上几次问呀，气端庄，为何在欢乐场中
家贫愚在荒，死于梅山呀难藏，家于欢笑作农长，满身资财一悲伤姑娘生死真凄凉，好似那明珠没吐走光芒，王金龙听来一同情意，姑娘悲伤。夫妻公子家同居，两一家全用来吧。公子你拼不下去京都，不知何此事故乡。南京本是我故乡，奉我之命来随着囊，满城传十文发明，今日有缘为姑娘。姑娘啊，我要想不要想今儿与你茶来往，拜望姑娘是人马郎。只怕是上来机缘是荒唐，归程离不开杜上关。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站在这个舞台上来参加我们两位老师的纪念活动。我是来自杭州黄龙越剧团的切派花旦，我叫王航娟。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来上海为大家演出，因为上海的观众是特别特别的热情，我爱你们！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楼台会》，谢谢大家。
非常的开心。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几句哦。
因为两位老师侪离开阿拉了，葛么阿拉今朝呢正好是江浙沪三地的漆笔弟子代表，拨大家一段十相诗。十相诗代表了长相思，代表阿拉想念两位先生，让两位先生的艺术源远流长，希望大家能够欢喜啊！十相诗。叶妹，女兄这不怨你，你可知道我为你一路上奔得爱里
喜欢漆笔艺术，谢谢大家。感恩大家，感恩今天到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真的非常感谢，因为今天是39度高温，你们冒着高温还来到现场，来为我们漆笔派捧场和加油。还有，谢谢。还有就是我非常感谢的我们的幕后英雄，他们好几天通宵，而且特别是我们的乐队老师，真的是我们抽一点点空隙还在排练，所以我感恩太多人。还有我的恩师，真的没有他们2位创造下的流派，就没有我们后辈的。所以说我感恩的事情太多了。最后我再为大家演唱，我们回到学手印60印象好不好？我为大家演唱的是一段大家可能会猜得出来，我们学手印的一开场的林昭德的选段好不好？谢谢。最后嘛，还有我们大家一起合唱一段有了金有了您，好不好？好，谢谢。麻烦乐队老师。圣君万事不思议，风筝断线随风飞，挂在那家是少间，花园正好门不闭，四下无人不让自去，但只见秋千荡子有家里，他正面跟的道理也，把花绣的墙头壁，那两位好像是谁生气？我生在王家花园里，莫非是那千金就是我王子妻？鲜花子落下地。谢谢大家。王兰姐，最后你说。好，最后我们回到血手印，把有了金有了您再献给大家。会唱的观众朋友们也一起唱好不好啊？好，谢谢。有了金。